我離開咗香港多年，但我亦都好想念香港。咁我希望可以帶住呢個作品，好似一份愛返嚟送俾香港人。我20幾歲嘅時候，我外婆就離開咗。細個就同外婆嘅感情好好。我外婆係我生命中一個非常重要嘅人，佢係我第一個喺呢個世界上邊感受到無私嘅愛。咁所以對於外婆嘅離開，我係好難釋懷。又後生啦，所以第一次面對死亡係心中有一種好沉重嘅悲傷感，覺得好似唔知點算，唔知點樣面對。咁嗰陣時就咁啱，我有呢個機會睇到一部電影《米娜的故事》，裏邊係講緊兩個好朋友。咁其中一個女仔佢就係畫家嚟嘅。咁睇完嗰個法國電影之後，我就唔知點解覺得係我可以去畫畫喎。就係咁樣嘅一個靈機一動，我就開始第二日就去買顏料、買筆翻嚟，跟住就開始畫畫咯。個喪禮結束嘅時候，我姨就喺度即係執我婆嗰啲衫。咁以前嘅女人咧都會做衫俾自己着㗎。咁我姨就問我：你要唔要留一件阿婆嘅衫咁樣？我梗係想啦。咁我就收咗呢一件。而家大家睇到我做咗一幅畫嘅嗰件碎花嘅衫，佢係有生命力㗎。佢係我外婆一手一手咁樣做出嚟嘅，所以我覺得係好珍貴。嗰陣時我太後生，仲未有機會帶我阿婆四周圍玩，所以而家好似透過另一個形式，呢一幅畫就跟住我去世界唔同嘅地方，跟住我嘅畫展去，非賣品嚟嘅。係啊，咁今次嘅畫展我都做咗一個關於外婆嘅作品嘅，就係我用我嘅母語講咗一個我同我外婆嘅故仔，福建話。有一張相就係我細個嘅時候同外婆喺海邊嘅合照。咁今次呢個糖不甩就係好想帶一份愛俾香港。咁我都好多謝 Sylvia 即係張姐，因為我以前係想揾一個情緒嘅出口而去畫畫。咁佢睇到我嘅畫嘅時候，佢就好鼓勵我，佢覺得我畫得好好，咁佢就鼓勵我一定要一直繼續做呢樣嘢，即呢個創作。所以我堅持到而家10幾年嚟，開咗3次畫展。咁對我嚟講，藝術嘅創作最緊要嘅係俾我自己有一個空間，可以安靜啲同我自己交流。咁第二個就係可以透過呢個創作去同呢個世界溝通，因為平時可能你都好難用語言講出一啲你內心好深嘅感覺，但係透過創作你可以表達出嚟。咁多年嚟，好似我都好自然咁係想畫好多線條，尤其是後尾我開始禪修啦。咁靜落嚟之後，就可以觀到自己嘅意識狀態，就覺得佢好似會喐嘅線條咁樣。咁但係佢個喐動嘅幅度咧係唔同嘅，係隨着你嘅情緒或者你嘅念頭。咁所以慢慢我就喺度畫畫嘅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好似喺度禪修咁樣咯嚇。靜落嚟之後，慢慢去梳理自己嘅內心世界嘅一啲你好難用語言去表達嘅情緒、情感咯。我係好鍾意一個畫家叫 Klimt， 咁我覺得我受佢嘅影響都幾大嘅，所以我個畫裏邊好多金色㗎，跟住紅色啊，呢啲比較強烈嘅顏色我會用。咁另外一種係大自然嘅顏色咯，藍色同綠色我用得多，因為我自己好鍾意大自然，好鍾意海洋啊、森林啊。色彩都幾豐富嘅，佢係好代表我嘅生命力咯。當我做唔同嘅創作嘅時候，係一定係互相影響嘅。畫畫令到我對視覺嘅嘢係個 sense 好似敏感咗好多，開始以一個幕後嘅創作者嘅身份去創造我嘅故仔、寫劇本。我要為我嘅角色定一個色㗎咯。
之後呢個角色係紅色嘅，嗰個角色係白色嘅，我會咁樣咯。我好似寫嘅故仔嘅主角都係有顏色，我覺得每一種顏色都係一個世界嚟。所以有時畫畫嘅時候睇，好似我有好多好大嘅畫咧，今次都有帶嚟香港。即係如果成幅紅色，當我將個紅色畫上去嗰個布，我會想像我成個人喺個紅色裏邊嘅。畫下畫下嘅時候，你會覺得啲線條圍住你嘅。咁如果睇一幅畫嗰個線條，嗰個線條唔係停喺嗰個邊嘅，佢係延續嘅，好似我哋嘅生命咁樣。所以佢係一個，你可以講安靜裏邊嘅力量，生命力慢慢咁延續。我一直都好希望可以帶我嘅作品翻嚟香港。我要翻嚟香港做呢個畫展，我一定要主題或者取名係要香港人一聽到就會好熟悉嘅。咁我係突然之間有一日瞓醒諗到糖不甩，又係靈機一動咁樣，糖不甩3個字就覺得哇好適合啊！因為糖不甩係糯米圓形噶嘛，咁同埋佢黐住佢上邊嗰啲糖粉，其實我就比喻佢係我哋內心嘅童真，永住喺我哋心中。不過我真係太中意小朋友，所以我好想將小朋友或者我自己內心嘅童真畫出嚟。有幾幅畫係有古仔嘅，即係譬如話有一個白糖糕，咁嗰個咧係一個小朋友嚟嘅，佢屋企係住喺海邊嘅，咁佢每日咧就會跳落去海游水嘅，咁佢一跳落去海咧，佢就會變成一隻魚嘅。香港嘅甜品係腐竹薏米，我最中意食白果腐竹薏米咯。而家開始會做一啲 video art 或者聲音嘅咯。咁今次仲有一個好得意就係我個仔嘅畫咯。我有2幅我個仔畫嘅圓形嘅細畫，咁大家嚟睇嗰時就會聽到呢一段我個仔細個嘅時候，用廣東話唱嘅一個香港好舊嘅廣東廣告歌啊！我記得佢哋細個係大概6、7個月嘅時候，我將佢哋孭住喺呢度，就俾佢自己攞筆畫咗佢哋第一幅畫。次次我喺度畫畫，佢哋就喺我隔離畫畫，到而家咯，非常中意畫畫。我會覺得我用我嘅生命去創作咯，真係每一個系列嘅作品都係我當時嗰個生命嘅階段嚟嘅。下一個系列就會同而家即係呢幾年裏邊大家睇到嘅作品係好唔同嘅風格嘅，可能會有啲再大啲嘅video arts 咁。我係好需要呢種靜嘅感覺。我上一個畫展就叫不止於靜，咁就係我自己靜坐咗好多年嘅感受咯。你靜落嚟之後，原來你會觀到你自己身心好多嘅狀態，即係喺我哋而家咁挑戰嘅內在世界、無常嘅世界裏邊，我哋嘅內心永遠都係有一個淨土嘅。你可以用赤子之心、單純嘅心去感受呢個世界，睇呢個世界，我哋都可以翻返去好似小朋友咁嘅童真、咁快樂。